天下，至节参天满江洪钟。宋末三节铮铮傲骨，山河破碎人烟苟存。陈人取义气写正气，歌咏千载天祥人品。张巡包拯何人不是？在世忠义，死后留名。陆祖金公何同印证？奈何已是独忠一心。公常仔细八卦芦荟，大开普度芸芸众生。大考大验大愿大行，尊师重道忠义双成。历代圣贤先真菩萨，后人仰瞻忠义精神。人无忠义如墙边草，见风转舵使人看清。无义失信，无廉失耻，无信不威，无耻失人。大节不渝，于义殆尽。无云则混，无度则昏。无伦理者，无修身者。无忠义者，无道德根。真修道子，修己严律，丝毫不苟念发言行。是切或搓砥砺琢磨，四毒八邪荡然无存。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，忠贞廉洁，立德立品。真谛妙理经笔垂示，告诫世人一部真经。伏魔真经日日持诵，主敬存诚必有感应。潜心跪拜持念观心，忠义相随日夜遵行。心宽体盘精气神聚，无有半点亏欠存心。妖字不生魔当不入，太和元气七彩祥云。逢凶化吉遇灾呈祥，遵经孝行转运改命。经传千秋远者积卧，诵念行久美大圣神。伏魔真经前诵至此，浩然正气充塞满盈。唯独无气意气经中，唯独无行成就大功。一心贯彻以心印心，96乾坤彼岸同登。清哉勿乎！